来自土耳其各地的30个非政府组织和5家出版社的代表于4月12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市中心的乌鲁斯广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并呼吁土耳其政府帮助维吾尔人。该活动由文化和教育协会和世界维吾尔大会等30多个非政府组织和5家出版商共同举办。由开塞利、伊斯坦布尔、布瓦尔萨和安卡拉等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由于武汉病毒疫情再度爆发，参加人数受限。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南德斯以及外委会少数党领袖李舍在周四提出了2021战略竞争法法案，在长达280页的草案中制定了一系列应对中国的战略方针，重申美国支持印太地区以及其他盟友，并要求美国重新确立在国际组织的领导地位，同时强化与中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并基于人道民主价值制裁中国。在人权方面，法案要求美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人权破坏提交报告，除了将拨款1000万美元用于促进香港的民主，也要针对东突厥散强迫劳动、强制绝育等侵权行为实施制裁。该法案还呼吁增加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藏语、中文和粤语部的资金，以对抗中国的反宣传。去年12月11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的美国之音总部的讲话中赞扬了 RFA 的维吾尔服务。维吾尔运动主席罗夏阿巴斯女士表示，在中国试图通过虚假宣传掩盖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之际，我们需要诸如自由亚洲电台之类的媒体来向世界公开真相。上周，特里尔大学孔子学院官网发表声明宣布，为声援受到中国制裁的学者同行，孔子学院将暂停一切活动。经过多年的发展，德国一度有近20所孔子学院，都是采取与当地大学挂钩合作的方式。中国汉办提供资金、老师和教材，德国大学提供基础配套设施和场地。孔子学院在德国以注册协会的形式存在。多年来，一些德国议员、人权组织和维吾尔活动家一直指责德国境内孔子学院的课程设置、教材选用、人事安排受到中国当局的政治影响，有可能成为中国官方舆论宣传攻势的一部分，并对德国高校的科研与教学自由产生不利影响。但从2019年以来，德国政界和文化界对孔子学院的态度逐步发生了转变。2020年，舍塞尔多夫大学、汉堡大学已终止了与孔子学院的合作。据德国之声报道，3月22日，在欧盟宣布对多名在维吾尔人权问题上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后，北京立即宣布制裁欧盟一些个人和实体，包括德国学者以及研究中心。在阿里巴巴182亿的罚款落锤后，中国参部委联合会谈3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要求充分发挥阿里案的警示作用，并要求各平台在1个月期限内全面自查、彻底整改。4月13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国网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会议后，腾讯和美团股价下跌。会议肯定了平台经济的积极作用，同时指出要充分发挥阿里案警示作用，要求各平台期限1个月内全面自查自检，逐项彻底整改。美国新政府日前发布的与台湾交往政策新指南，在原有基础上再有新放宽。针对美国发布鼓励与台湾交往的新指南，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周二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敦促美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美国国务院上周五表示，已发布新指引，使美国官员能够更自由地与台湾官员会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表示，美国对中国针对台湾的侵略性行动感到关切。
美国对中国针对台湾的侵略性行动感到关切，并警告称，任何企图通过武力改变西太平洋现状，都将犯下严重错误。